你不会是嫉妒我新买的包，故意消极怠工吧？为什么要嫉妒你花300块买的高仿 A 货？见鬼！我怎么把实话抖出来了？你放屁！放屁的是你！拉链卡扣全是劣质黄铜，包里还塞着拼夕夕的发货单。苏佑，你个底层牛马，懂什么奢侈品？底层社畜的我，在地摊上淘来一枚奇怪戒指，结果意外绑定了一枚土真陨石戒。只要被人提问，大脑就会强制检索对方的绝密牌，且必须实话实说，否则痛不欲生。苏大忙人，你这个月的风投报告呢？还在整理。王总监可是下午就要。你不会是嫉妒我新买的包，故意消极怠工吧？我为什么要嫉妒你花300块买的高仿 A 货？见鬼！我怎么把实话抖出来了？你放屁！这可是王总监亲自去专柜给我配的货。放屁的是你！拉链卡扣全是劣质黄铜，包里还塞着拼夕夕的发货单。苏佑，你个底层牛马，懂什么奢侈品？我不懂奢侈品，但我懂怎么扫那个防伪溯源码。只要你敢扫，网页立马填出微商小程序的结算页面。王总监，你快来！苏佑他疯了！吵什么吵？都不干活了是不是？王总监，苏佑造谣我的包是假的，还败坏您的名声。苏佑，你是不是对公司有意见，在这满嘴跑火车？我没造谣，不仅包是假的，你俩上周5去开房的发票也是假的。你再胡说一句试试！发票头写着业务招待费，实际是你俩在维也纳酒店开了大床房，房费480，你硬是找黄牛开了12000的会务发票拿去财务报销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就在他西装内侧左边口袋，发票底单他还没来得及扔。反了你了！立刻给我滚！带着你的铺盖滚出公司！N+1赔偿金3万2，少1分钱我就去劳动局告你职务侵占。这破班，姑奶早就不想上了。拿了 N+1后，我直接海投，没想到真进了这家顶级风投的中面。苏小姐，你的履历很平庸，给我一个录用你的理由。糟了，又来！因为我能帮你们揪出商业间谍。商业间谍？苏小姐，这里是环宇资本，不是在拍电影。就比如张考官你口袋里的黑色 U 盘装了黄玉下半年的底仓数据。胡言乱语！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你准备在面试结束后把数据卖给对家的盛世风投，卖价是500万，你连国外的账户都开好了，就在你老婆名下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你这是诽谤！获取环宇资本的活阎王。张成，把 U 盘拿出来。谁给你的情报？说话，谁派你来的？没人派我来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顺便提一句，张成不仅卖了底仓数据，他还把你们正在谈的新能源项目报价也透给了盛世风投的赵总。保安，报警，把人拖走。你一个刚被开除的底层助理，凭什么知道这些？我不仅知道张成出卖了报价，我还知道盛世风投的最后底价。说32亿5千万，比你们的预算低1000万。这见鬼的戒指，连顶级机密都能强行解锁。通知并购部，把新能源项目的报价下调1500万，立刻提交。我要盛世风投今天就出去。月薪10万，
年底分红另算，做我的特助。10万，月薪10万，前面就算有地雷我也敢套。齐渊，你今天必须给个准话，宋家那丫头你到底见不见？不见，没空。你马上30了，难道要打一辈子光棍？欧巴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。哈，一个野丫头，她图你什么？欧巴，欧巴。一个要家室没家室的野丫头，她图你什么？图你霍家的钱吗？图他年轻有钱腹肌硬，总比二婶你图二叔那3秒钟的体力强吧？你放肆！保安呢？别喊保安了，你老公包养3个女大学生，你不仅不管，自己还在三亚养了健身教练。靠，豪门玩的这么花的吗？那个男模叫 Kevin， 胸肌比你老公头都大，他送你的手镯还是刷副卡买的。疯子！齐渊，你找了个疯子！连我都不知道二婶在三亚养了人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刚才是在胡说八道。财务，给苏特助的账上打100万，走我的私账。个10百千万10万百万100万，活生生的100万！表现不错，这是封口费，也是你当挡箭牌的预付金。霍总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最忠诚的猎犬，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。去泡杯黑咖。霍齐渊，二婶说你为了拒绝联姻，找了个不3不4的挡箭牌。就是你，穿一身廉价的下仙职业服，也配进黄宇的顶层。齐渊，你这品味也太差了，找挡箭牌好歹找个穿得起正品的。我这件高定全燕京只有3件，他这种底层土包子连摸一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这件高定确实是真的，不过这是你跟另外2个假名田拼单租来的，一天租金8000，你算老3，下午5点就得脱下来还给老4。你瞎说什么？我宋家会差这几个钱？差不差钱我不知道，但这衣服领口还有上1个人留下的粉底印，额脂窝喷了半斤香水都没盖住狐臭味儿。别抬胳膊，辣眼睛。你这个贱人！你一个要背景没背景的穷酸助理，你凭什么留在霍齐渊身边？你凭什么？机智判定，面对质问，必须给出一个逻辑自洽的绝对实话。因为我缠他身子！完了，彻底社死了。霍齐渊1.88米大大腿，霍齐渊8块腹肌，手感极佳，我就是个见色起意的俗人。齐渊，你听听这女人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你要不要脸？我的人，轮得到你来教训？滚出去！霍总，我刚才那是脑部神经紊乱，满嘴胡言，您别当真。8块腹肌，手感极佳。今晚要不要亲自验验货？
什么货？我是正经打工人，卖艺不卖身的。去换衣服，今晚陪我出席慈善晚宴。苏小姐，这套礼服价值1200万，霍总刚为您买下的。1200万，穿套房在身上。看到那个穷酸女没？过去给她点颜色看看。放心，保证把她那一身假货泼得原形毕露。哎呀，苏小姐，你连走路都不会吗？苏小姐这身礼服看着挺闪，不知是哪家的高仿。你一个打工的混进我们这个圈子，不会觉得自卑吗？我为什么要自卑？就凭你那垫了3层围体的硅胶鼻子吗？还有你，张口闭口圈子。你爸的建材公司昨天刚爆雷，欠了高利贷3个亿，你哪来的脸在这装名媛？你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污蔑我们？我有没有污蔑你？去问你那个刚在澳门输了2000万的老公不就知道了？别急着装清高，你老公连婚房都抵押了。苏小姐嘴皮子确实利索，就是不知道你懂不懂风投圈的规矩。我不懂规矩，我只懂看报表。估值30亿，听得懂3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30亿，你是指那个连勘探证都是伪造的废弃老煤沟吗？那是宋氏的核心资产。核心个屁！当地矿业局早封了那个矿，你们只是在玩概念骗国内股兵的钱。原来如此，造假造到环宇眼皮底下了。交易部掏空环宇手里所有的宋氏股票，马上！齐远，你宁愿信这个疯子也不信我。下午在办公室说的话，再说一遍。霍总，那是不可抗力，我真的脑子有病。缠我身子，是真心的吗？不是，我一点都不。是真心想摸。摸，让你验个够。说，霍总，宋家股票跌停，宋正带人把我们的车库出口堵死了。这是500万，拿了钱立刻滚出齐越的视线。敢造谣宋家的核心矿区，你这条贱命根本赔不起整个宋家的损失。我数3声，拿着钱滚下车。500万，宋董出手真阔绰。知道就好，你这种底层蝼蚁，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可是宋董，你这500万要是给了我，你给曼哈顿第5道那个金发情妇买别墅的尾款就不够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个叫艾米丽的情妇昨天刚查出怀孕2个月，你老婆宋夫人要是知道了，你猜宋氏的股份会不会1分为2？宋家完了，你在矿区和宋振海的事上立了大功。1000万分红，够你买下10个，500万了。大平层、无敌将军，全都要。哟，
这不是被开除的苏大助理吗？怎么来应聘保洁啊？这里可是云端，拖把都比你贵。苏佑啊，苏佑，离开公司后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了吧？听说你还跑去环宇资本混吃混喝了？看什么看？这里的房子最小也要1500万一套，你这种穷鬼看一眼都是脏了空气。老公今天可是要给我全款买下一套200平的大平层呢。经理，你们云端现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的吗？赶紧把他轰出去，影响我们这种大客户看房的心情。这位小姐，请您离开。因为这次不需要被迫说真话，轰我走，行啊。这3套复式视野最好，我要了。小姐，这3套是我们的楼王，单套总价2000万，3套就是6000万。全款，现在就刷卡。你疯了吧，苏玉？拿张破卡装什么大款？你要是能买得起3套楼王，我当场把这勺盘吃下去。查，狠狠的查，查！要是余额不足，立刻把他扭送派出所，告他查借。交易成功，6000万，一次性全款支付。苏小姐，您是我们云端最尊贵的钻石 VIP 业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一个月才几千块工资，哪来的6000万？经理，作为钻石业主，我有个小要求，把他的贷款审批给我停了。我不喜欢和这种素质低下的人住在同一个小区。王先生，很抱歉，鉴于业主苏小姐的投诉，我们将重新审核您的购房资格。凭什么？我可是交了20万定金的！别给那个姓王的120平办贷款，他名下有200万信用卡逾期，公司早破产了，是个纯老赖。破产？老赖？你不是说全款给我买200平大平层吗？贱货！要不是你天天吵着要买包买房，老子能偷吃那么多信用卡吗？爽啊！太爽了！这1000万砸的真他妈值！怎么看婚房不叫我？霍启源，环宇资本的活阎王，花6000万买3套破复式，我的钱就这么不见？霍总，这是我自己的钱。经理，把这2个垃圾清出去，定金没收。以后云端周围1公里，我不想看到他们。走，去验房。底仓数据，矿区机密，宋振海的情妇。苏佑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不，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回答，说了就是自掘坟墓。我没有秘密。机制判定撒谎，强制执行。我唯一的秘密就是快要爱上你了。说，霍总，不好了！百亿医疗并购案的核心数据出现重大造假。如果明天签合同，华宇的资金链会直接断裂。造假方是谁？是海外的黑市财团，而且宋氏集团的宋兴洛作为他们的亚洲区代理，也参与了这局。
宋星洛，那个女人居然还没死透。走，去会会他。霍总还真是怜香惜玉，谈100亿的并购，还要带个暖床的助理。废话少说，黑石财团的真实负债率是多少？霍总，报表上写的很清楚，12%。12%，你们是不是少说了一个零？黑石财团上个月在南美投资的3个医药园全部烂尾，你们的实际负债率高达320%。你手里的3号离岸账户，昨天刚刚挪用了50亿的窟窿，准备让环宇来填。你怎么可能知道3号账户的地账？看来苏特助说的都是真的了。320%的负债率也敢来吃黄宇的钱，并购价格砍掉80%，不签，你们今天就面临全球清算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从上次的名媛宴会，到宋家的矿区，再到今天华尔街的绝密报表，这个女人怎么可能拥有上帝视角般的情报网？给我死盯苏佑，从他身边的人下手。他不可能凭空得到这些信息，我要知道他的情报来源到底在哪儿。你们发现没有？每次这个贱人爆出惊天猛料，都有一个共同点。宋小姐，你是说……每次都是有人对他发起提问或者质问，只要被提问，他就会出现短暂的面部抽搐，然后不受控制地爆出所有底牌。原来如此，这就是苏佑最大的软肋。他不是什么情报大亨，他只是个被人一炸就必须吐真话的怪物。去，准备一套最高级别的录音设备，再找几个靠谱的亡命徒。只要我把他绑来，直接问出浩云资本底仓的最高机密，霍奇泽的商业帝国瞬间就会崩盘。整整3000万，霍总直接给了提成，我现在是千万富婆了。霍总，今晚有没有空？要请我吃饭？吃饭多俗啊！今晚嘉德有一场顶级拍卖会，我想去给你拍个小礼物。花3000万褒奖我，行，让司机送你去。苏雨，没想到你这个暴发户也懂什么叫古董。起拍价1500万，2000万，3000万，4000万。交到6000万时，已经远远超出物品本身的价值。他能拿分红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现金吧？8000万，1个亿，1个亿！这疯女人居然花1个亿买对破袖扣，宋家的流动资金现在连5000万都拿不出来。宋小姐，没钱就别出来学人举牌，丢不丢人？给，
本富婆赏你的。花1个亿买个小玩意儿，苏特助现在是真有钱了。那是，霍总以后只要乖乖听话，本富婆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花1个亿包养我，这点诚意不够，我要你亲自给我带上。苏佑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苏佑，1个亿买的袖扣送出去了吗？很爽吧？宋星路，你想干什么？听听这是谁的声音？你妈现在就在我手上。城南废弃钢铁厂，半小时内1个人稳过来。敢报警或者告诉霍奇渊，我就把他从6楼扔下去。出什么事了？绝对不能把霍奇渊卷进这个疯女人的死局里。没事，中介打来的，说新买的房子物业有点纠纷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我让司机送。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去，很快回来。宋星路，你放了我妈！急什么？只要你乖做个采访，我保证她毫发无伤。苏佑，我知道你有个怪病，只要被人质问，就必须说实话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：霍奇约手里的那份绝密风控名单都写了哪些大佬的名字？不能说，说了怀玉就真的完了。原来是真的，你这个怪物，你连撒谎都不会。别挣扎了，回答我最后一个致命问题：浩宇资本明天要转账的那100亿，海外底层的动态密码到底是多少？不能说浩宇的密码，汉宇的密码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幕后的大老板是京海的黑道头子雷老虎。什么情况？这贱人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雷老虎在缅北洗钱的3个地下秦庄，就在老街的福华大厦底下。他昨天刚杀了个线人，尸体就沉在湄公河的第3个桥墩下面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关掉！快把设备关掉！苏小姐，关不掉，这音频被人黑了，强制同步到了全网直播平台。不可能！霍吉祥肯定是霍吉祥那个疯子！你敢一个人来送死？谁给你的胆子？霍总，我没说浩宇的底牌不扣工资吧？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我缝了你的嘴！
个助理，你要跟金海雷大头作对！雷家算什么东西？动我的人，我要你整个宋家陪葬！把这里扫干净，连只苍蝇都别放出去。启动 S 级绞杀令，半个小时内，我要宋家旗下所有公司破产清算。通知黑市，谁敢借钱给宋家，就是跟环宇玩命。燕京城的夜空彻底变天了，宋家的股市在夜盘遭遇史诗级屠杀，宋氏集团大厦被查封，宋振海连夜被带走调查。消息传到废弃车间外，侥幸趁乱钻出狗门的宋兴洛，躲在下水道里瑟瑟发抖。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这儿，我要出国！只要飞机升空，就能逃脱火焰王的侵犯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非法拘禁！看看你的底牌。好孩子，多亏了你，你就是我霍家的大功臣。完了，这帮豪门吸血鬼绝对是趁霍奇渊不在来组团逼宫的。我已经辞职了，我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好孩子，多亏了你爆出凯文那小子的底牌，二婶差点被那吃软饭的骗走2个亿。苏佑啊，你就是我霍家的大功臣。三叔城西的那2块地，全转你名下了。这小子疯起来六亲不认，只有你能拴住他。数字你随便填，只要你肯当这个霍家主母。这帮人是中邪了吗？当初骂我是野丫头，现在求着我做主母。超能力砸得我脑子发懵！滚出去！七月，我们这是来感谢我的女人，需要你们拿臭钱来讨好。10秒钟，消失！这位老娘！华域资本51%的绝对控版权，签字。霍宇资本51%的股份，那可是能撬动半个燕京 GDP 的惊天财富。霍总，你这算不算婚前财产转移啊？要是结了婚，这钱是不是就全归我了？那如果离婚的话，好运是不是就得改姓苏了？这见鬼的戒指，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？想离婚，门都没有。签了字，连我的人都是你的。1周后，如今的他手里握着环宇51%的股份，所到之处，燕京商圈的大佬们纷纷鞠躬，一口一个苏总，再也没有人敢提挡箭牌或者底层助理这几个字。
老板，行行好，给10块钱买个盒饭吧。是钱总监。苏佑，我瞎了眼啊！我怎么会为了沈娇娇那个贱货得罪你？苏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给我安排个扫厕所的活儿也行啊。当初你让我带着铺盖滚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卑微。终极打脸就是彻彻底底的无视。怎么回事？戒指要碎了！这系统不会是要自毁了吧？立刻回总部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霍总，海外黑市财团不甘心被清算，雇了暗网排名第1的黑客幽灵，他们放出了勒索病毒，正在强行破解我们的底仓密仪，已经突破了3道防火墙。还有多久攻破最后1道？最多10分钟。一旦密室被窃，寰宇2000亿的资金链会瞬间蒸发，直接清零。霍总，防线全线崩溃，追踪不到对方。就算翻遍全球服务器，也得把人给我揪出来。对方用了1万个手机做板，根本找不到真实 IP。别上海外了，他根本不在国外。燕江东郊废弃的红星化工厂地下2层，那个黑客就在那儿。行动组，东郊化工厂，直接破门。走，回家。霍总，人抓到了，物理切断网线，资金链安全。走，回家。疯狂的你执着，我们之间的故事还不懂，这回忆的漩涡快要把我吞没，求你别离开我。你为我千里再多。手松开的沉默，睁眼，看着我。黑市财团，明天天亮前，我要他们死绝。我不知为何，车祸是底下人擅作主张。霍总，虎鱼资本已抛售500亿现金流强行砸盘，
黑石财团的亚洲盘彻底崩了。开盘10分钟，对方市值已经蒸发了1000亿，纳斯达克强制停换。继续砸，连根拔起，我要他们连内裤都剩不下。霍总，车祸是底下人擅作主张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给黑石留一条活路。留活路，你们也配？那枚折磨了他快半年的黑云石剑，彻底不见了。苏瑶，你醒了？脑子里异常安静，没有提示音，没有刺痛，我自由了。车祸的时候，为什么扑过来替我挡？因为我拿了你51%的股份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怕你死了，钱就没了。脑子里毫无动静，没有神经刺痛，没有强制吐真，真的可以撒谎了。不喜欢我，那是谁在房子里哭着说爱上我了？那是不可抗力。反正我现在说了，我不喜欢你。你可以随便撒谎，但我能听见你的真心。他说你很爱我。1个月后，燕京商圈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洗牌，黑石财团彻底退出亚洲市场，宣告破产。宋星洛因涉嫌跨国洗钱和绑架未遂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那个不可一世的雷老虎也被跨国联合警方直接端了老巢。霍总，我们去哪？回环宇总部？去云端，你买的婚房。你上次说验房，结果直接把我……这世界上没人能再伤你1分1毫，以后在燕京横着走。这套房子我重新做了安保系统，连一只带病的蚊子都飞不进来。霍启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这世界上没人能再伤你1分1毫，以后在燕京横着走，你的话就是霍家的圣旨。把他们和垃圾一起扔出去。哎呦，佑佑啊，身体好全了吧？二婶特地托人从长白山弄了野山参。就是，佑佑现在可是晃宇的大股东，我们霍家的骄傲啊！东西放下，人可以走了。佑佑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二婶是想问问南城那个项目能不能让你堂哥……保镖，把他们和垃圾一起扔出去，以后再放狗叫，你们也跟着滚。女王的底气从来都不是靠一枚破戒指。霍总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全球直播。1个月后，黄宇资本总部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霍奇渊今天将宣布黄鱼资本未来的10年战略。各位媒体，在宣布战略之前，我要先宣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决定。霍总，你干什么？这是全球直播。Can you see my heart? Can you read my mind? 住进我的眼睛里，把情话温柔地说。苏佑，以前你没选，只能说真话。今天当着全世界的面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敢不敢说真话？嫁给我。一见到你，我的心就不安跳动。霍奇渊，这次我说的绝对是100%的真话。我愿意，老公。半年后，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千万亿，根本数不清有多少个零。霍太太，春宵一刻还在查账。我这不是怕你破产了，养不起我这个富婆吗？放心，就算破产，我这8块腹肌的手感也足够霍太太玩一辈子了。曾经那个被绿茶欺压，只能被迫吐真的底层小牛马，如今终于握住了这世间最顶级的财富与最真挚的爱，彻底走向了属于他的巅峰人生。